下来这首歌，我希望看到你们冲撞，好不好？这首歌，这首歌可以冲撞的话，我算你们厉害，好不好？来，下雨天送给大家。心里想撞，真没玩意。无限导师的礼拜。有个属于我的音调，像雨天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你的心是否已经有了答案？我的心一直想要有你的家，不知道你心事我的容下，下雨天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我的心早就有了答案，我只想和你再走一个屋檐下，让完美的结局你也要。也许我们会相恋，也许我们不相恋。我们下雨天就在你的身边。啥子 ？No，接着。来了，前面喽！1、2、3、4，高粱地吧。
马上弹起来，给我手。我给我手坏掉了，好吧，我开心。你要 solo 会 solo， 给我手，来吧。借我30秒讲话一下。你知道为什么要找凯尼特吗？因为他们真的非常好玩。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是在那个福大陆仓，他们一直在介绍他们的 IG， 你知道吗？都忘记演出，然后整个延后不知道几分的。